请问小丑鱼的台语，多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小丑鱼哦，大家拢知影嘛吼，这问鱼仔的，拢爱钓鱼仔，拢知吼。问鱼仔。比如这边是海花鱼，海花鱼。对，因为啊，你甲看哦，伊个看起来敢有生活，伊拢甲啥啦？伫海内面拢甲海葵。哦。拢收做伙啦。生做伙啦。甲海葵拢收做伙。是啊，海葵看起来就看敢若亲像花。哦。哦。是，所以讲吼，阮拢叫伊海花鱼。是，啊那我吼是叫李明欢呐，小丑台语叫做小偷啊，小偷啊，哦，所以叫做偷啊鱼，哎，其实拢对啦，这两个对，无对啊，偷啊鱼是感觉，甲这个小丑鱼吼，感觉较像，是啊，海口人拢安尼叫的，哎，头一滴就还是。你唔惊我骗，因为这两个答案哦是拢对，啊，不过阮两个嘛唔知影打一个较侪人去讲。对。我是想讲海花啊，常常听人咧讲啦。哦，海花啊。我唔知是唔是讲这种鱼。哦。我是感觉海花啊，常常听人讲，我就是讲好，无就选择。可能大家都唔知影，啊，咱台湾有人工栽培这种跳蛙鱼，啊，咱看这个比例哦，跳蛙鱼是有61%的人选的，因为讲因讲这个鱼。啊，这个海花鱼敢若38%尔，哦，所以比例上来讲就是，跳蛙鱼是咱今仔日较侪人讲的迄个方。